为了要鼓励更较侪大学生讲本土语言，教育部自2年前开始举办全国大专校院学生全国语文竞赛。这个比赛语言有华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希望透过这个比赛，栽培愿意投入本土语言人才。明年3月要举办第3届前3名摇奖金，这优秀选手有机会和我做同事。 分组、书写组，还阁有电脑拍字组。大学顶赛少年家用无共语言介绍全国大专校院本国语文竞赛的比赛项目，因是第2届无共组别的冠军。其中本身厝内讲台语的罗冠霖，因为受国小本土语言课的启发，和老师学阿美族语说全的学出兴趣，伫去年摕到阿美族语演说的冠军。另外也有去年台语演说组的冠军杨克希，因为真介意用台语讨论侪议题来参加比赛，今仔日因也倒来分享比赛的经验。演讲的时阵，迄题目内底有一寡物件是你爱理解原住民族。 因的文化内容，你才会当讲。你若是无这个文化背景，就会较困难。我是心理系的学生，所以我感觉有真侪无共科系的学生会当做伙来参与，提供台语真侪无共款领域的知识，会当互台语愈来愈多元。 语言是传承文化真重要的媒介，但是演过全国语文竞赛，敢若开放予教育学院组的学生参加。长期以来，比赛公平性受到外界质疑。教育部为着要鼓励愈侪少年朋友讲本土语言，甲大专校院组的比赛独立出来，开放予所有大专校院的学生来报名。同时，我们提供实质奖金哈，然后也让他们可以到客家电视台啊、台语台跟原住民电视台哈做人才培育的媒合机制，让他们可以优先去实习，那让他们有这个诱因跟职涯发展的哈这样的一个机会。本土语言直直咧流失，国家也惊本土语言敢若纯表演的功能。 亲像原民台、客家电视台和台语台拢有达成共识，未来按算优先请着将这入来电视台引头路，互愿意为本土语言奋斗的少年家有发挥的空间。报名到10月底为止，明年3月要比赛。记者卢尚如、林旭凯台北报道。